好，就基本上 set 好晒㗎啦。咁呢部人面機拍卡密碼都得嘅。咁又撳門鐘啦，因為呢部機係掛喺門口㗎嘛。呢部機掛喺門口。咁就 setting 就有第二條片補充翻嘅。咁基本訪客撳鐘，咁呢邊就會響響咯，跟住就睇到畫面啱嘅室內員工撳掣開鎖放門。基本操作就係咁，可以拎起對講，講完之後收線。就係操作就係基本上係咁，咁基本上 set 好晒。咁我就送咗一個 AP 呢個唔係上網嘅，冇上網功能嘅，留意上唔到網嘅，純粹係將個信號 WiFi 信號送俾佢，因為你冇駁 LAN 線啊嘛，純粹係淨係俾個電嘅啫。呢件嘢純粹俾電，就 WiFi 信號射過嚟呢邊，而 WiFi 信號亦都收到送過嚟呢一邊，咁收到整套機3件嘢就入咗一個內聯網。重複多次，呢件係上唔到網嘅呢幾件係上唔到網嘅。咁如果你要 set 翻上網啊、手機推送嗰啲呢，就要揾佢內部 IT 同事去 set 啦，因為我哋冇權限去做呢啲嘢嘅，因為出街嗰個保安問題。咁而家基本上就 set 好晒，咁就撳掣呢邊腳見到樣啱嘅就開門，唔啱就收線，就係咁開門。咁跟住呢，就呢件機呢，我哋幫你做咗個座嘅，因為本身佢呢個座台架呢冇嘅，我哋幫你加嘅，做好咗㗎啦已經。咁就坐喺度，咁就都簡單嘅。其實呢個就火牛啦，呢個火牛。咁為呢個有風險嘅嘢就係有機會會甩，因為佢唔係裝緊啊嘛，裝緊就唔會搞啊。因為呢件嘢就咁晾喺台面呢，可能飲奶茶倒落去諸如此類啦，嗰啲唔牽涉人為操作嘅壞咗，咁另當別論。咁有機會咧，呢啲位會甩嘅，有機會。咁最好唔好搞佢，因為一甩咗呢，呢兩件呢個門口機同埋呢個 AP 呢冇甩到嘅話呢，用緊嘅話呢，基本上你插翻電就會睇得翻嘅。等一陣，即係插翻電，你見到呢度呢，佢有個信號嘅，有 WiFi 信號。攞到信號同埋呢個門口機咧見得翻佢，冇打交叉咧，基本上已經用得翻嘅。咁如果萬一好大機會甩咗，而導致到睇唔到咧，咁我哋要入去 set 㗎。咁呢度就唔牽涉到，即係唔係保養範圍內嘅問題咯。咁要留意，因為呢件嘢始終係有風險啊。因為佢活動嘅話咧，就好大機會有陣時成開花撞崩啊，整甩咗啊，冇咗電到啊，諸如此類咧，即係我哋試得多呢啲 case，咁即係話聲俾你聽，希望你理解。唔該晒。